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最近拄到金蕉大出，批发价每公斤才11块。虽然台南种金蕉的面积少，不过为了避免受到大产地介绍的拖累，影响农民的收入，上午市府第一批采购的1000公斤的金蕉，正式发送给全市325个社会福利团体，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农民。为了用行动来支持大出的八角蕉，避免产地介绍上架，影响农民收入，市府第一批采购1000公斤，由市长李梦燕亲自到安定新街关怀据点来发送，并且由小局转交予台南市长期照顾机构等325个社会福利团体。会中市长伫农业、社会等主管陪同，嘛甲共产的老人做伙食金蕉。市长澄清，八角蕉长期9成以上拢是内销，今年只是气候的关系集中大出，并不是两化关系影响。香蕉跟凤梨是不一样，那香蕉主要的它是9成都是内销，那所以我们过去大概不到1成，只有不到1成是外销的一个状况哈。那这一次因为气候的因素，那各地的这个香蕉大量的产出，那所以其实是国内的产销失调的一个情形，一下子短时间的产销失调，那跟两岸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那所以我们觉得这段时间，因为就鼓励大家要吃水果的时候多吃香蕉，那各公司行号工厂如果有供餐，也请请鼓励大家以香蕉来代替这个水果来做这个水果的这个推广。会中农局强调，虽然台南生产面积并不多，就占全国6%的产量，不过为了协助农民渡过生产期的难关，嘛呼吁市民尽量消费。迄个是拍算想要团体采购的，透过1999的窗口，农局卖当替大家服务。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虽然市府强调，这摆金蕉落价单纯是因为大出，产销暂时性的无平衡。不过，市场参选人柯忠信则是认为，徛伫政府的立场，应该辅导农民，除了内销以外，更加应该考虑到产期，选择适合的水果来拓展外销，才袂互农产大落价的问题一再上演。最近往来金蕉等冬季水果的批发介绍直落，或者果农辛苦栽种的成果，因为介绍无够成本，被采收袂好，袂等调个拍算的无奈。政府一直对这个农业一直无重视。我要讲的讲咱的农业的基础啦农业就是影响到经济、社会、佮政治稳定的基础，这就是就是讲小弟来遮就是讲请咱这政府遮的单位这官员会当重视咱的农业。对此，台南市长参选人柯忠信认为，无论内外销，和果农长期有合理的利润、有稳定的市场需求、加销售的管道等等，每一个环节拢袂当疏忽，其中掌握外销更是重要。农友拢讲咱农民都种伤济，就唔通种遮济。有土地无种，你要叫伊做啥？这今仔日是咱政府有一个职责，爱来开拓这个贸易的市场，对外去外销，因为咱台湾土地坦白讲有限啦，咱土地有限啦，咱若有法度好来充分的运用啦，讲实在的日本伊的人口就1亿2千万，咱若有法度来行销日本，这1亿2千万的人口，咱种不到回家啦。虽然果农嘛是看天食饭，不过徛伫政府立场，乃当伫技术、管理甲通路顶面有系统性的协助，相信会当减轻因的损失，卖当应付愈来愈侪挑战。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
由上主村甲三观农有线电视主办的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欢唱赛已经迈入第12届。今年将有全新的比赛规则、全新的评审阵容、甲全新的呈现，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第12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欢唱赛，这届主办单位上主村三广王有线电视公司，用尽心思规划，依照全新的规则、全新的评审阵容以及全新的方式要来呈现。除了希望让观众全新的感受，嘛希望借由安尼的方式，吸引更加侪少年族群的加入，让这届的卡拉 OK 欢唱赛会当呈现不同款的风貌，也让参赛者感受到全新的改变。如果你不想要，安南区黄宪荣，我没有非要一起遇到老。能够告诉我是否安南区林大奇，就等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安南区李银轩，这届比赛将分做中青组甲社会组。现场也有拍卡抽礼券以及电视遥控器操作的有奖征答，而且每一场的比赛拢会抽出一台液晶电视，要来免费送给民众。同时，上主村三广王有线电视公司为着要响应环保，这届总冠军的机车大奖也换做电动机车，展现在地业者善尽社会责任以及爱护在地环境的用心。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伫西澳里连任过3届里长郭某全，虽然第4届连任失利，不过伊这届以着找回曾经美好的回忆为诉求，再次当选里长。伊表示将对西澳里的公园、绿地等等社区营造，伊的心中已经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希望伫里民的支持之下，一步一步落实。这片大约1500平、有超过420个地主的空地，嘛是西澳里长郭某全年来对无够有上届骄傲的协调甲规划。除了第3届以都市农园的概念开辟一家一家，提供里民领用财政，一直到现在持续丰收，嘛充分甲领用人沟通，避免提高这个威胁，创造三赢局面。未来这个区块我们会想办法让这个区块会更好。这个菜园我相信在现有的这些人的那个爱护之下啦，还包括他们经营之下，我相信也都做得都很好了，很棒了我希望都持续的保持下去对于未来的像市政府卫生局这边比较重视的这些登革热这个区块我希望说居民在这边从事耕种的这些居民管理者能注意一下保有我们这个西湖里这个区块的在环境上也好，在卫生上也好，都能达到最高的一个境界。当然，伫里长眼中，都市农园被保留经营，不过对大庄将收过去的土地，就无遐尼幸运，却是布满大小不等的芒果树。虽然提供里民万山的满足，但却不是伊人来构想。伊爱是空旷自然的草皮，有水桥、滚桥以及亲子互动空间，所以公开向里民承诺，一步一步找回曾经美好的记忆。之前我规划营造的一个槌球场跟亲子游戏场现在有一些已经破坏了。对于未来，我想要再重新把这块区这个找回来，让我们这些长辈们在这边可以有一个简单的运动场所，包括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家人带着来这边有一个比较柔性的一个亲子的一个游戏场所让这块地也可以能充分的达到利用的那个价值95年，曾经打造西澳里成为绿美化加环保的魔幻社区，以及社区边界家庭的郭某全，嘛希望甲里民共同努力，再创佳绩。台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听看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
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大仙国中甲大公国小合作多年，培育出真侪国家甲艺人的优秀人才。今年是因第4档做伙举办国家成果发表会，较特别的是，以往拢是伫台南生活美学馆举办。今年第1届申请到文化中心演艺厅的场地，要互学生更加认真的练习，希望展现出上界完美的一面。不但有国家的演奏，而且也有武术艺定的表演，这样精彩佮专业的演出，真侪人拢唔相信，因只是国小甲国中的学生而已。大新国中甲大公国小今年已经是第4档，共同联合来举办国家联合成果发表会。今年都因将的首都来到文化中心的演艺厅来举行，希望会当带予观赏者视觉甲听觉的相定享受。我想欢迎我们6月16会在文化中心做我们今年国乐的成果展演，然后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欢乐异想。其实我们重点结合的是国乐、义政跟武术，结合这3个元素啊，去呈现我们今年的一个成果。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合啊，是希望把具有台湾文化的义政，然后跟我们中国传统的音乐国乐做一个结合，也希望让台湾的文化这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义政啊，可以传播到全世界去。包括我们每年也都会到国外去表演，也让学生有这样的舞台。所以透过这一次成果展演，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努力。那这一次呢，跟大成国中的合作传承，其实已经正式进入第4个年头。那大成国中的团队也相当的优异哈，所以我们2校的合作其实一直有很精彩的成果。那今年更挑战我们台南市最大型的、最正式的舞台哈，也就是我们文化中心的演艺厅。那同时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非常美妙的国乐的音乐之外，同时有我们义政跟武术的结合，那再搭配非常精致设计过的这个灯光音响，所以可以带给观众朋友们在听觉、在视觉，还有我们文化的素养上面更深入而且更精致的这样的一个飨宴哈。这群优秀的学生，无论是伫咧音乐的演奏演出上，或者是艺定武术的架势，拢表现了非常完美。想要亲自来欣赏到这个学生精彩演出。6月16号下暗7点半，欢迎来到文化中心的演艺厅，现场拢会当免费索票入场。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中央慈善基金会伫5日节进前为家友举办健康检查甲义诊活动。13号前往北区的公务里活动中心，大约有150位的家友甲弱势团体参与。现场也选择大体捐赠的观念，鼓励家友做伙响应器官捐赠。每当的端午、中秋以及过年，中央慈善基金会拢会举办关怀家友的活动。这次趁着端午节进前，
结合市府卫生局、成大病院以及公益团体，做伙为弱势团体以及家友进行各种健康检查以及家头门的服务，并伫会中宣导毒品防治、传染病防疫知识，同时嘛鼓励家友参加大体捐赠，并公开表扬在场的捐赠者。我们每一年3大节。端午、中秋、过年，我们都有举办活动。那么这一次活动呢，更多元，加入了鼓励街友大体以及器官捐赠。那么，对街友们来说啊，或许一辈子被人看不起，但能够在最后临命终时发愿成为大体老师。在经过我的说明之后，他们都很高兴，也非常踊跃。那么最后当完大体老师火化之后啊，我们也会如同他的家人一样，为他捡骨，然后捧回噶玛噶举寺安奉。这是最为殊荣的。洛本天津仁波切嘛表示，虽然是弱势家友，嘛是会当回馈社会，鼓励家友参加器官以帮助他人的方式来遗爱人间，也希望社会上有更较侪人做伙加入器官以及大体捐赠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一礼拜要介绍客家的民俗文化，做伙来了解客家人过50节的感人故事以及过节的习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满半年了，有好多观众朋友碰到我都以为我也是客家人呢。是呀，时间真然过当家哦，小上啊！半年嘅时间啊，到底诶，你好好自家电视学院节目，也从你松之城有线电视台播出有半年咯。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我们来直播客家相关的文化节目单元，让我们台南地区的朋友，甚至全国的朋友来认识客家文化。错啊！你真嘅来当感谢你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你来直播客家相关嘅文化节目单元，为你台南地区嘅朋友，甚至全国嘅朋友来认识你客家文化。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节目单元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透过 YouTube 呢搜寻到我们节目单元哦。还有啊，也做得透过你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官方的网站来收看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什么单元呢？你俩节目啊，从今年1月3号开播到了哈，介绍过客家民俗、客家音乐、客家语言、客家民俗信仰等等。你嘅单元安排啊，有的单元係盡量順帶你嘅客家相關嘅建議來安排喲。今本日嘅單元係上出來安排客家嘅民俗5月節。5月節就是端午節。錯，今本日我來介紹客家嘅民俗5月節。5月節就是端午節。那端午節的習俗不就是划龍舟比賽，還有在家門口掛艾草和菖蒲辟邪，還有包粽子等等。客家人有不一樣的方式過節嗎？什麼啊？你當家嘅主播啊，小青介紹到很清楚嗬。家講到5月節會留了嘅野草，還有菖蒲等等插在你門口巷啊。連野草代表招百福，插在門口巷呢，做得本一家人身體健康。你嘅菖蒲呢，也嘅葉片啊，就像嘅尖嘅弦呢，插在門口巷啊，做得辟邪平安。流傳咗客家民間有當感人嘅故事哦。端午節在客家民間流傳有很感人的故事。客家人嘅5月節啦，係稱作灶王壽。灶王壽，這怎麼講呢？
客家人嘅5月節啦，稱作做王壽，無講經驗太史年，困年嘅。卻係講到人哋王朝治亂時節，講有一個客家嘅歡迎家，佢沙體自家嘅奶爺來保護家嘅太白嘅奶爺，本王朝當感通，唔過就冇繼續來傳人嘅感人嘅故事來嘅哦。好想聽哦！小鄧老師請繼續講。民間啊，對於呢下項嘅習俗嘅起源呢，有一種嘅講法啦，就係從呢下同期種年間呢，王朝來兩邊來操辦，實持續當多嘅人啊，嘅時節所有嘅老百姓啊，只要一聽到王朝來哦，就會曬，會逃到遠去走到遠來逃難。嘅有一年嘅5月啦，王朝嘅部隊就徵用到呢個河南省，去來打呢個昌都省啊。嘅王朝騎馬去到呢個省外來查看地形，看到當到呢個老嫩歡迎家老聖人呢，逃到省外去。咦，呀時節啦，佢看到一個歡迎家。本來把燈保護嘅，藝術來的一個年紀較細嘅青年呢，另外一隻樹上男的一個年紀較大嘅青年呢，王朝知道當奇怪，就行過去問佢，我去哪位？嘅歡迎家應講，我聽人講啊，有一個情況當行嘅反應哦，就會此人吃落了上肚咧，上肚背嘅男人啊，全部會整掉去樹上門，那也都老嫩啊，會曬落去看起來透明。王朝又指定聖人嚟問佢講，你用我嘅樹項乾定下世界，大概點到嚟南定。歡迎家就回佢講，我樹項南定係我太白，無下唯一嘅命嘛。樹項乾定嘅係我自家嘅親生嘅奶嘅，萬一情況係危急嘅時節啦，我只好表態自家嘅奶嘅，但是我聽錯，我為我嘅太白來留下一句血嘛。王朝聽了之後呢，內心非常嘅感動哦，就對了歡迎家講，你家轉去用菖蒲老葉草插草門巷，用王朝從我來傷害你咧。歡迎家啊，半信半疑，佢就家轉到去上都，老了嘅消息傳本所有嘅人知，聽日啦，都好係5月節，王朝嘅軍隊啊，會進入上都，佢為咗遵守對歡迎家嘅承諾，之後帶兵來離開，船上嘅人呢，也因為安樣來撇脱災難，為咗紀念兩天嘅事蹟啦，當年到呢個5月節。大家就會用菖蒲、老葉草插草門口巷。哇，我都聽入神了，好感人的故事哦。5月節啦，也係正月2個熱天後，第一個節日咯。嘅氣溫上升啊，嘅天時就會變到當熱咯。當到嘅門呢，蟲嘅啊走出來，一到抵抗力唔好嘅人，就會也養嘅養，也走，也時節啦。老祖先嘅智慧就來了。什麼是老祖先的智慧呢？熱天一到啊，當到門呢蟲就會走出來，頭半年啊就會吃那個麥草啦、香茅啊、姜葉啊、松樹葉等等來用水煮過嘅水啊，將拿來洗身，樣就唔驚本蟲嘅咬了。講定啊，你好下自家天色好見。基本嘢就講到呀咯，以下係嗱你觀眾朋友講爭來了哦，爭來了。新聞之後，趕快來關心氣象。明仔載是烏陰，地漲陣雨或者是雷雨天氣，溫度28度到30度，落雨幾率有9成，海面平均風力6級到7級，上大陣雨是10級。感謝你收看6月13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我是陳美泉，咱再會。